你最近係咪覺得人生唔順暢，做事處處受阻，身邊少人多，或者身體經常無緣無故覺得疲人，連睡眠品質都差埋？如果你覺得自己最近處於人生嘅低谷，覺得行緊衰運，先唔使急住花大錢去買昂貴嘅風水擺設，亦都唔使盲目咁去四處求神問卜。今日大師教你一個最地道、最貼底嘅靈魂洗仔嘅法，常去屋企附近嘅呢3個位，去一次勝過你盲目拜佛10年身上積聚咗幾年嘅晦氣、病氣同埋衰氣，一點不留，立刻一清而空。想喺2026下半年洗走霉運，保佑自己同全家平平安安逆轉大運嘅朋友，請你即刻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立燈。訂閱我哋頻道就等於請咗一位隨身嘅風水顧問返屋企，隨時為你同你嘅家族保衛護航。同時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低轉憂為喜、逢凶化吉呢8個字，呢8個字帶有極之強大嘅正能量磁場。當你打出呢8個字嘅一瞬間，就等於向宇宙宣告你已經準備好清空身上所有嘅負面能量，迎接天地正氣嘅洗禮。要明白點解人生唔順暢嘅時候，去呢3個位比起盲目拜佛更加管用。我哋首先要了解人體微磁場同埋大自然氣場嘅運作原理。人活喺天地之間，每日喺香港呢個高節奏、高壓力嘅城市裏面奔波勞碌，你每日搭地鐵、坐巴士，喺拗雜嘅辦公室裏面對繁重嘅工作，或者係喺屋企面對農碎嘅家庭摩擦，你嘅身體同魂魄無時無刻唔喺度接收外界嘅各種信號。特別係喺2026丙午馬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雙火重搭，成個天地間嘅磁場呈現出一種極度燥熱、浮躁同埋消耗嘅狀態。喺這種五行極度燥熱嘅環境下，每個人嘅心態都會變得好容易發脾氣，做決定容易衝動，而且身邊嘅小人同口舌官非亦會特別多。更加關鍵嘅係，香港人長時間生活喺水泥森林裏面，每日腳踏嘅係水泥路，住嘅係幾十層高嘅高樓大廈，平時吹嘅係冷氣機嘅人工風，睇嘅係手機同電腦嘅電子熒幕。人體嘅生物電同微磁場長期與大地斷開咗連接，這喺風水學入面叫做脫離地氣，陰陽失調。當你嘅身體長期吸收唔到天地嘅自然生氣，而體內又積聚咗大量職場上嘅怨氣、家庭裏面嘅怒氣同埋對未來嘅焦慮感，呢啲負面能量就會像厚厚嘅黑垢一樣黏附喺你嘅人體氣場外圍。呢個喺玄學上就叫做氣場混濁、運勢卡死。當一個人之氣場充滿咗黑垢同混濁之氣嘅時候，你即使跑去香火鼎盛嘅寺廟裏面燒大香、求神拜佛，往往亦覺得效果唔大。點解會咁？因為神聖嘅寺廟同神明發出嘅係極之高頻清淨嘅能量，而你身上纏繞住厚厚嘅混濁衰氣，就像係穿咗一套厚重嘅橡膠潛水衣一樣。神明高頻嘅賜福同光芒吹過嚟，根本無法穿透你身上嘅衰氣層，反而會被你身上嘅混濁氣場彈開。呢個就叫欲速則不達，心有餘而氣不足。你在拜佛之前，必須先幫自己嘅身體同靈魂做一次貼底嘅大洗澡，將身上黏附咗幾年嘅晦氣、病氣同衰氣貼底洗掉。只有將自己嘅容氣洗乾淨，神明嘅齊福同天地嘅好運才能真正灌入你嘅體內。究竟係哪3個位具有咁強大嘅洗滌靈魂、逆轉氣場嘅力量？第一個你一定要常去嘅位，就係水質清澈、源源不絕嘅自然活水邊，例如山間嘅溪流、瀑布，或者係未被污染嘅海岸線。廣東話講得好，水為財，但在風水學入面，水嘅功能遠遠不只係代表金錢，水更加係天地間最強大嘅淨化劑與能量載體。流動嘅自然活水喺高速奔流同撞擊岩石嘅過程入面，會釋放出無數嘅負離子。喺玄學上，呢個叫生氣勃勃，水木相生。當你覺得最近做事處處受阻，手頭極緊，或者係剛剛經歷咗一場大病、一次嚴重嘅失戀，或者係志義上嘅重大打擊時，你個人嘅情緒波動會喺你嘅氣場裏面留下深沉嘅陰影。呢啲陰影喺微磁場上表現為黏稠停滯嘅低頻震動，而流動嘅自然活水其震動頻率極之高，且具有極強嘅帶走功能。當你嚟到西貢嘅海邊、大帽山或者大埔嘅山間溪流，站在清澈嘅活水邊，閉上眼睛，聽住水流嘩啦啦嘅聲音，吹住帶有水氣嘅自然風，活水嘅高頻震動會立刻開始與你嘅人體水分子產生共振。而且喺香港呢個地理環境入面，不同嘅活水水域對於人體五行命局嘅淨化作用各有不同，
如果你五行喜水或者係生於炎熱夏天嘅人，你去到大帽山、城門水塘或者雙鹿石、劍呢類山間清泉活水邊，山泉水帶有濃厚的昆土同肝金之氣，金能生水，山泉活水能最快咁洗走你體內嘅燥火與焦慮。如果你係生於寒冬體質虛寒嘅人，你則最適宜去西貢石澳或者赤柱呢類陽光充沛嘅海岸線，海浪拍打岩石產生嘅水流配合充沛嘅日光，喺風水上叫做水火既濟，陰陽調和，能幫你洗走身上嘅陰濕衰氣，讓你嘅磁場瞬間變得光明磊落。喺活水邊淨化氣場，有住極之精妙嘅實操方法。你可以揾一個安全嘅石頭或者岸邊坐低，將雙手洗乾淨，然後將雙手嘅掌心浸入清澈嘅溪水或者海水裏面，喺心裏面觀想水流正喺度把你體內所有嘅焦慮不安、怨氣同埋病氣，順住你嘅雙手一點一滴咁沖走，隨住水流奔向大海。水係有記憶同淨化功能嘅，你在水邊靜坐15分鐘，你會感覺到原本緊含嘅神經慢慢放鬆，頭腦變得清醒，原本積壓喺胸口嘅一股悶氣會無端端消散。呢個就係活水幫你洗走咗身上嘅混濁氣場。特別係喺2026丙午馬年雙火重搭嘅年份，火氣過旺容易燒乾財富，常去活水邊吸收水氣，能有效中和丙午年嘅燥熱，讓你嘅財富重新客督水氣嘅滋潤。但係喺活水邊淨化亦有嚴格嘅玄學禁忌。第一，千萬唔好喺夜晚9點之後去荒郊野外嘅水邊，因為夜晚水邊陰氣極重，容易適得其反。第二，千萬唔好去死水塘、臭水溝或者水質混濁發臭嘅地方，因為混濁嘅死水帶有濃厚嘅毒水煞，去死水邊非但無法淨化氣場，反而會吸收更多嘅霉氣。第三，喺水邊淨化時，切忌隨意吐痰、扔垃圾或者說不敬嘅言語，保持對大自然嘅敬畏，水靈才會為你洗濟衰氣。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切中咗你嘅心聲，讓你重新認識咗大自然嘅神奇力量，請你即刻將呢部影片分享給身邊每一個你關心嘅親人，同朋友分享善知識，引導身邊人走近大自然，吸收正能量，亦係喺為你同你嘅家族積累無量嘅陰德同福報。觀音菩薩同天地神明講求嘅係心誠則靈，與天地同頻。如果你想喺2026下半年得到天地正氣嘅護佑，保佑全家消災解難、健康長壽、事業順利，請你即刻按下訂閱按鈕，並喺評論區留低你同家人嘅生肖，打上天地正氣保我平安8個字。你留低嘅每一句祝福，都會喺呢個天地交接之際凝聚成強大嘅正能量磁場，保佑你全家喺下半年學督天地庇佑，小人退散，逢凶化吉。清洗咗晦氣同混毒之氣之後，第二個你一定要常去嘅位，亦係最能幫你補足元氣，去一次勝過吃一年補品嘅黃金寶地，就係陽光充足、枝繁葉茂嘅百年古樹下，或者是生機勃勃嘅大型公園草地。如果話活水邊係幫你洗走身上嘅黑垢與晦氣，那麼百年古樹下就係幫你重新注入源源不絕嘅天地元氣。現代香港人，特別係50歲以上嘅熟男熟女與長者，平時生活喺嘔窄嘅樓宇裏面，每天腳不履地，體內積聚咗大量嘅靜電同燥火。喺玄學同中醫學入面，呢個叫木氣機硬乏，地氣不足。木喺五行入面代表生機，代表肝木嘅疏泄，代表事業嘅萌芽同活力。而百年古樹經歷咗上百年嘅風雨洗禮，它的根係深扎喺地底幾十米深處，源源不絕咁吸收住大地最深層嘅陰土地氣。它嘅樹冠高沖入穩，24小時吸收住太陽嘅陽光同天空嘅天氣。百年古樹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天地能量轉換器。站在百年古樹下，古樹周圍嘅微磁場係極之穩定、純淨同充沛嘅。香港其實保留咗好多嘅百年古樹與能量極強嘅公園綠地，例如九龍公園裏面嘅百年世入榕，香港公園嘅古木長廊，維多利亞公園嘅綠蔭大道，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嘅原始樹林，以及荔枝角公園嘅古樹群。不同嘅樹種喺玄學同中醫五行入面，對應住人體嘅五臟六腑，帶有完全不同嘅排毒與加持力量。例如百年嘅榕樹，根係攀大且盤根錯節。榕樹喺風水學上五行屬厚重嘅坤土同強木，代表住庇佑根基穩固同長壽。中年事業動羅，性格焦躁，感覺自己喺公司根基不穩嘅打工仔，常去百年榕樹下靜坐。榕樹攀大穩固嘅木土氣場能強行，幫你平復肝火，穩固職場根基，讓你喺公司立於不敗之地。
而百年嘅樟樹香氣通忌，樟樹嘅樟腦精油同強烈嘅木氣，五行屬木兼帶金氣，具有極強嘅辟邪、去病、通鼻痢同淨化肺氣作用。身體長期小病不斷、經常咳嗽、腸胃弱同免疫力低下嘅長者，常去百年樟樹下呼吸吐納。樟樹嘅木氣能迅速清理你肺部與呼吸道嘅毒氣，增強體內嘅抗病抵抗力。至於百年松樹同柏樹四季常青，松柏喺玄學上五行屬硬金與堅木，代表住堅韌不拔、骨氣名譽同晚年大富貴。性格軟弱，容易喺職場被小人欺負，或者係撞艷禮咗受挫嘅朋友，常去松柏樹下吸取松柏嘅堅韌木氣，能讓你嘅意志變得堅強，心氣大增，不再輕易向挫折低頭。而喺香港常見嘅鳳凰木同埋木棉樹，盛開時一片火紅，五行屬極旺嘅陽火，非常適合冬天出生體質虛寒、手腳冰冷、心氣不足嘅朋友去汲取陽光與火性木氣，能迅速提升你嘅職場激情與貴人運。喺古樹下補元氣，有住極之神奇嘅接地氣方法。你可以嚟到公園裏面嘅古樹下，揀一個陽光透過樹入縫隙攤落嘅位置，脫下你嘅鞋仔同襪子，將雙腳赤腳踩喺乾乾淨淨嘅草地或者泥土上面。喺人體商學同中醫經絡學入面，雙腳嘅腳底有一個極之重要嘅穴位，叫做湧泉穴。湧泉穴係人體中經嘅源頭，亦係人體與大地進行微磁場交換嘅唯一門戶。平時我咪穿着橡膠或者塑膠鞋底，鐵底隔絕咗湧泉穴與大地嘅接觸，搞到體內因壓力同焦慮產生嘅過量正電荷、燥火與毒素死死鎖喺體內無法排出。除咗腳底嘅湧泉穴，人體腳背嘅太沖穴代表肝經疏泄，雙腳內側嘅三陰交穴代表脾肝整三經匯聚，以及腰部後面嘅命門穴代表先天之本，頭頂嘅百會穴代表接收天光天氣。當你赤腳踩喺泥土上，頭頂古樹陽光嘅時候，百會命門、三陰交與湧泉諸穴貫通，喺玄學上稱為天人地三才通靈。呢種狀態能直接調和體內嘅五臟六腑，肝木得舒，你嘅脾氣不再暴躁，心火下降，你嘅失眠多夢自然消失，脾土得到大地厚重之氣嘅滋養，你嘅消化系統同消化不良會大為好轉，肺金得到古樹新鮮氧氣嘅洗仔，你嘅呼吸道慢性病會被帶走，感水得到湧泉穴地氣嘅補充，你嘅精氣神會迅速恢復充沛。當你赤腳踩喺古樹下嘅草地上，湧泉穴直接接觸泥土，呢個喺現代科學上叫接地氣，喺玄學上叫地氣通靈。大地帶有強大嘅負電荷，能瞬間中和你體內因壓力同焦慮產生嘅過量正電荷與自由基。你在草地上站立或者慢走20分鐘，體內嘅燥火會順住雙腳排入地底，而大地純淨厚重嘅土氣與古樹旺盛嘅木氣會順住你嘅湧泉穴源源不絕咁向上湧入你嘅丹田。呢個就叫木土相生，補足元氣。好多老人家或者打工仔去古樹下接地氣，20分鐘之後會覺得原本酸重嘅雙腿變得輕鬆，原本暈眩嘅眼睛變得明亮，夜裏嘅睡眠品質大幅提升。古樹旺盛嘅生命力會強行修復你破損嘅氣場，讓你在職場上重新煥發活力，貴人運同事業運自然隨之而嚟。喺古樹下接地氣同吸收木氣嘅時候，你嘅身體會出現一系列非常神奇嘅生理與玄學反應。呢啲反應代表住你體內嘅衰氣正喺度排出，新嘅元氣正喺度注入。第一種常見嘅反應係雙腳發熱發麻，甚至乎有微弱嘅電擊感。呢個係湧泉穴被大地負電荷激活，體內積聚嘅正電正喺度排入地底嘅正常現象。第二種反應係肚裏面咕哩咕哩響，頻頻打擊或者打哈欠。喺中醫與玄學入面，打擊同打哈欠係肝木之氣疏熱，體內積壓嘅鬱氣與吐氣向上排出嘅表現，代表住你嘅膠細感正喺度消散。打擊打得越透，代表你平時積壓喺胸口嘅悶氣排得越貼底。第三種反應係雙手掌心開始發熱，微微出汗，掌心嘅勞宮穴釋放出暖意，呢個代表住你嘅心包經被打通，心火下降，枕水上升，體內達到水火既濟嘅完美狀態。第四種反應係眼眶微微發濕，甚至乎無緣無故流出幾滴眼淚，千萬唔好害怕。喺商學同中醫入面，肝開跌於木，肝木之氣得到大自然木氣嘅滋養，眼淚係肝臟排除過往悲傷委屈同埋壓抑毒素嘅天然通道。眼淚流出嚟之後，你會覺得整個人嘅肩膀瞬間輕咗幾十斤，眼神變得格外清澈明亮。第五種反應係全身皮膚出現微微嘅針刺感同汗毛溼立。
呢個係你人體外圍衰退破損嘅護體微磁場，喺古樹浩瀚生氣嘅補給下，重新修復同充能嘅表現。如果你平時返工極之忙碌，或者係老人家行動唔便利，遇到連日大雨，無法每天跑去郊外公園嘅古樹下接地氣，喺屋企亦有極之簡易嘅室內接地氣與排燥火秘法。你可以喺夜晚臨睡前準備1桶40度左右嘅溫水，喺水裏面加入2大匙天然粗鹽同埋幾片生鋼，雙腳浸入粗鹽生鋼水裏面20分鐘。粗鹽帶有極強嘅淨化同導電功能，生鋼帶有溫陽通經嘅力量。粗鹽水浸腳能透過雙腳湧泉穴，強行將一天積聚喺體內嘅電磁煞同燥火抽入水裏面。浸完腳之後，將雙腳擦乾。你可以買一個天然未上漆嘅陶土花或者陶土深盤，裏面裝滿乾淨嘅自然泥土，或者喺屋企未鋪地毯嘅天然泥試無漆木地板上面赤腳踩5分鐘，雙腳踩喺天然泥土或者木板上，掌心摩擦湧泉穴，同樣能喺室內起到極佳嘅接地氣、排電磁煞同埋鎖財效果。接地氣與抱樹嘅實操姿勢亦有極講究嘅天機。你可以選擇雙腳分開與肩同寬，赤腳平穩踩喺泥土上，雙手自然下垂，微閉雙眼，舌底上劃。每一次吸氣時，觀賞古樹嘅綠色木氣從你頭頂嘅百會穴同雙手嘅勞宮穴灌入體內。每一次呼氣時，觀賞體內黑色的病氣同疲勞順住雙腳嘅湧泉穴排入地底深處。你亦都可以選擇雙手輕輕環抱古樹嘅樹幹，將額頭或者胸口輕貼喺樹皮上面。人體嘅胸口有3中穴，係中氣會聚之處，將3中穴貼喺古樹上。古樹浩瀚嘅生命磁場會直接安立你受傷疲爛嘅心靈，讓你瞬間感受到一種被大自然無條件包容與接納嘅巨大安全感。呢種安全感係任何心理諮詢或者物質享受都無法替代嘅。對於不同生肖同5行命局嘅朋友，喺古樹下接地氣嘅時間與方位亦有密碼。生於春季5行木旺嘅朋友，適宜喺下午3點至5點嘅申時去古樹下，辛金能克制過旺嘅木氣，讓你嘅思維變得理智不衝動。生於夏季5行火旺嘅朋友，適宜喺早晨7點至9點嘅辰時去古樹下，晨露嘅濕土之氣能中和體內嘅燥火。生於秋季5行金旺嘅朋友，適宜喺中午11點至1點嘅午時去古樹下，烈日嘅火氣能溫冷過硬嘅金氣，讓你喺人際關係中變得圓融。生於冬季5行水旺嘅朋友，則最適宜喺中午9點至11點嘅時去古樹下，暖陽與木氣能溫煦體內嘅寒濕，讓你嘅善意運擺脫冰封。清洗咗晦氣，補足咗元氣之後，第3個你一定要常去嘅位，就係香火清淨、年代悠久、非商業化嘅古寺廟或者聖地。前面2個位係大自然嘅造化，而第3個位則係人類數百年嚟虔誠信仰同正念凝聚而成嘅高頻能量場。喺香港或者周邊地區，有好多歷經數百年風雨嘅古老寺廟，例如上環文武廟、慈山寺、屯門觀音山，或者係各區香火清淨嘅老道觀。為乜強調一定要係年代悠久、香火清淨嘅古寺廟？因為一個寺廟如果存在咗幾百年嚟，有無數嘅善男信女喺裏面虔誠咁受經其所行善法願，呢啲數以百萬計嘅善念同正能量，會喺寺廟嘅建築鬆雅梁柱同埋空間裏面沉澱下來，形成一個極之強大、穩定且高頻率嘅正念磁場。呢種磁場喺玄學上被稱為金金相扣、萬佛朝宗。傳統古寺廟嘅建築風水佈局亦帶有極深嘅玄學智慧。古寺廟嘅主天井吸收日光天氣大電嘅高重木蠟，能死聚住高頻嘅經咒磁場；而高高嘅石門則阻擋咗外界紅塵嘅低污滾滾雜氣。你步入古寺廟，跨過石門呢個一刻，就等於從外界運託嘅低頻空間，跨入了高頻淨化嘅神聖空間。古寺廟內部焚燒嘅天然檀香同沉香，其香氣分子富含通力安神嘅微量元素，天然香氣順住呼吸進入肺部同血液，能瞬間麻痹並清理大腦裏面焦慮繁雜嘅雜念，讓你體內嘅氣血流動變得極之平緩流暢。但係現代好多商業化極重，到處賣高價、香燭嘈雜湧湧嘅景區寺廟，裏面充斥住太多遊客求財求名利嘅貪念同焦慮，氣場反而變得雜亂混濁。你去到呢類商業化寺廟，非但無法淨化心靈，反而會被裏面繁雜嘅人聲與貪念干擾。因此選擇古寺廟嘅核心標準係香火清淨、建築古過、環境安寧。去到呢類清淨古寺廟，
你不需要花大錢去買昂貴嘅膏香，亦不需要跟住別人盲目咁磕頭求財。最適宜嘅做法係保持衣着整潔素雅，關掉手機，安靜咁走入古寺廟嘅大殿或者偏殿角落，揾一個安靜嘅位置坐低或者站立，閉上眼睛，放慢你嘅呼吸。寺廟裏面煥發升起嘅天然檀香與沉香氣味，喺中醫與玄學上具有極強嘅安神定志同通力功能。天然香氣入鼻，能瞬間淋平你浮躁不安嘅心數。喺古寺廟嘅大殿裏面，仲有一個極之精妙嘅繞佛與微磁場導引秘法。你進入大殿後，可以順時針方向，沿住大殿嘅主香爐或者大雄寶殿順時針繞行7圈。順時針嘅旋律喺玄學上代表住順應天道與星辰嘅運轉軌跡。喺你順時針繞行嘅過程入面，大殿裏面高頻嘅正念磁場會像一個無形嘅離心機一樣，將你身上殘留嘅低頻雜氣從你嘅氣場外圍甩出去。而大殿裏面宏亮平穩嘅晨鐘暮鼓聲、僧人受經嘅梵音同埋木魚聲，其震盪頻率係經過數百年驗證嘅黃金頻率。呢種高頻聲波能直接作用於你嘅大腦腦電波，將你平時喺紅塵俗世入面焦慮混亂高壓嘅大腦波強行拉回到平靜祥和專注嘅 alpha 波狀態。喺古寺廟裏面靜坐10分鐘，你不需要向神明索取任何利益，你只需要喺心裏面做一個動作，放下你在職場上對名利嘅執念，放下你在家庭裏面對親人嘅抱怨，放下你對未來未知嘅恐懼。當你嘅內心完全平靜下來，寺廟裏面積聚咗數百年嘅高頻正能量，會像清泉一樣灌入你嘅心田。呢個就叫心靜則佛土靜，心安則萬事興。你在寺廟裏面洗咗內心嘅執念，你個人嘅微磁場會變得極之純淨同高尚。當你帶着呢種純淨嘅磁場回到生活中，你會發現原本棘手嘅生意問題突然有咗靈感，原本緊張嘅家庭關係突然變得融洽，身邊嘅小人見到你都會退避三舍。呢個就係古寺廟幫你完成咗靈魂重塑，喺古寺廟裏面洗入心靈，仲有住極之關鍵嘅因果與業力淨化天機。人喺一生入面無意中會說錯話、做錯事，或者係喺家庭同事業上面與親人同事產生過深沉嘅怨恨。呢啲過錯與怨恨喺玄學上會形成暗中嘅家族業力枷鎖，卡住你同你仔女嘅事業同財運。如果你同父母子女或者伴侶之間長期存在無法解開嘅心結與怨氣，呢股家庭內部嘅怨氣會嚴重污染你嘅家宅財富，搞到全家人再努力都存不到錢，飯碗不穩。喺清淨古寺廟嘅大殿面前，你可以雙手合十，喺心裏面進行一次真真切切嘅3分鐘靜心懺悔自己過後嘅衝動、貪婪、傲慢，同埋對長輩親人嘅不孝，祈求神明同宇宙嘅原諒，並發願喺往後嘅日子裏面多說好話，多做好事，寬恕他人，即係從發自內心嘅懺悔與發願。喺玄學上能產生極之強大嘅業力解鎖功能，能瞬間解開套喺你身上幾年嘅精神枷鎖，解開家族累積嘅怨氣，讓你同你仔女嘅運勢輕鬆上陣。從古寺廟出嚟之後，返到屋企嘅7天內，仲有住極之重要嘅補氣鎖運7日鐵律。去完古寺廟返屋企，吸收返嚟嘅高頻正能量，像一紮剛剛點亮嘅微弱油燈，需要細心呵護。第一，返到屋企後頭3天內，切忌飲酒、暴飲暴食、殺生或大發脾氣、嘈大鑊，因為情緒暴躁與酒精毒素會像毒藥一樣，瞬間打破你在寺廟入面建立起嚟嘅高頻平靜磁場，讓淨化成果付之東流。第二，當天晚上宜用溫水洗咗淨身，洗去身上嘅塵土，換上乾淨舒爽嘅棉質睡衣，早早入睡，讓大腦喺高頻磁場嘅餘溫下進行深度自我修復。第三，喺返屋企後嘅第4到第7天，內客廳可以保留一岑暖黃光夜燈長明，呢個叫點亮心燈，封存福報，同時盡量主動去做好事，例如喺街上幫下老人家，喺網絡上分享善知識，或者係給慈善機構捐出一小筆善款。呢個喺玄學上叫承接福報，點亮心燈，能將你在古寺廟吸收嘅高頻正能量徹底轉化為你下半年實實在在嘅貴人運與財富福報。對於12生肖喺去完古寺廟之後嘅24小時內，各有住精準嘅開運行動指南。屬馬同屬鼠嘅朋友，去完古寺廟返屋企後，當晚宜喺客廳點亮一盞暖黃色嘅小夜燈，呢個叫點亮本命心燈，能幫你穩固太歲年嘅動落磁場。屬牛同屬羊嘅朋友，去完古寺廟後，
當晚宜喝一杯熱牛奶或者溫蜂蜜水溫潤腸胃，幫你修復受損嘅人際關係。屬虎同屬兔嘅朋友去完古寺廟後，當晚宜喺床頭擺放一本善書或者心經，靜心閱讀10分鐘，讓木氣更加清透。屬蛇同屬龍嘅朋友去完古寺廟後，當晚宜將自己嘅辦公桌或者書房整理乾淨，迎接即將到嚟嘅職場貴人。屬猴同屬雞嘅朋友去完古寺廟後，當晚宜將自己嘅銀包整理整齊，清空過期單據，鎖住吸收返嚟嘅財富高頻能量。屬豬同屬狗嘅朋友去完古寺廟後，當晚宜給父母或者長者打個電話問候，百善孝為先。孝順長者能讓你在寺廟吸收嘅正能量發揮最大嘅催財功效。此外，去呢3個位嘅時間同細節，亦有住嚴格嘅玄學天機。去第1個位活水邊，最適宜嘅時間係早晨7點至9點嘅辰時。辰為水庫，早晨嘅活水帶有極之旺盛嘅朝氣與生財能量。去第2個位古樹下接地氣，適宜嘅時間係上午9點至11點嘅巳時，或者下午3點至5點嘅申時。呢2個時間段陽光充沛但唔毒辣，天地間嘅陰陽氣場最為和梗。去第3個位古寺廟，則最適宜選擇喺龍流嘅初1、15，或者係神明誕辰日嘅早晨。此時寺廟嘅正能量磁場達到最高峰。去呢3個位時，衣着同心態亦有講究。衣着宜簡潔素雅，盡量穿着棉麻等天然材質嘅衣服，少穿塑膠或者緊身衣物，以便於身體與大自然進行氣場交換。心態上記住4個字：無求而得。不要帶着強烈的功利心去，不要喺水邊或者樹下念念不忘你的股票或者財務。你只需要像一個累咗嘅孩子，回到夏后腰懷抱一樣，放鬆身心，靜靜地接受大自然嘅臨慰同淨化。人生就像一場長跑，有高潮亦有低谷。當你處於人生唔順暢嘅低谷期，不要抱怨，不要氣喪，更不要喺黑暗裏面盲目折騰，帶上平靜嘅心情，去活水邊洗洗晦氣，去古樹下接接地氣，去古寺廟靜靜心氣。呢3個位係天地留給每個人最公平最有效嘅免費靈魂洗仔池，去一次勝過你盲目拜佛10年玄學風水嘅最高境界，永遠係天人合一與內心嘅覺悟。外喺嘅環境係你內心磁場嘅鏡子，當你透過大自然嘅力量洗淨咗身上嘅混濁氣場，你嘅內心會變得像清泉一樣澈亮，像古樹一樣堅穩，像古寺一樣寧靜。一個擁有如此強大純正氣場嘅人，走到哪裏都會散發出令人舒服嘅正能量。小人見到你會自動退避，貴人見到會主動相助，好運同財富自然會像百川歸海一樣，源源不絕咁湧向你嘅生活。2026下半年嘅大幕已經拉開，無論你過去幾個月經歷咗幾多辛苦同委屈，請你相信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抓緊時間去呢3個位走一走，洗洗氣場，迎接屬於你嘅下半年大轉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部影片給咗你心靈嘅能惠同實用嘅指引，請你即刻點讚訂閱風生水起堂，並且將影片分享給身邊每一個正在經歷人生低谷、覺得生活辛苦嘅親人同朋友。分享善知識，點亮別人嘅心燈，亦係喺為你同你嘅家族積累無量嘅功德同福報。最後，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低轉憂為喜，逢凶化吉8個字，祝福大家喺2026下半年天地護佑，氣場清吉，逢凶化吉，轉憂為喜，全家身體健康，事事順意，貴人相助，金玉滿堂。我哋下期影片再見。